這短片節錄自聖陛下第17世大寶法王太爺多傑有關尋找自由的開示，並加以翻譯為中文，有粵語及普通話和文字檔案可供選擇，請在下面的資訊欄取得資料。我們大多數人傾向於認為自由就是能夠隨心所欲地說話和做事。我們認為自由取決於外部環境。如果我們不能隨心所欲，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社會對我們的約束。因此，我們自然而然地將他人視為自由的敵人。這樣一來，我們便形成了一種二元對立的觀點，結果，自由大多被視為挑戰我們的敵人、對手以及希望戰勝他們。但隨着時間的推移，我們可能會產生一些疑問，並開始自問：這真的是自由嗎？基於這種向外的視覺的本質，這樣的疑問會不斷湧現。為什麼？因為它是無止境的，因為真正問題的根源尚未得到解決。那麼，我們如何才能真正找到真正的自由呢？對我來說，佛教的觀點非常有趣，因為它實際上觸及了問題的核心。它不僅關注外在，還關注內在，關注於了解我們自己。現在，我們可能認為我們可以自由地做我們想做的事。但實際上，我們並非如此。我們完全依賴於很多事情。首先，我們當然依賴於食物，因為如果我們真的飢餓，我們可能會生病，甚至可能做出令人後悔的事情。所以，從最基礎的角度來看，我們是有依賴性的。但不僅如此，即使在我們現代高度發達的社會中，我們的許多基本需求已經得到滿足。我們大多數人也不必擔心這些基本的人類需求，但我們仍然處於依賴狀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們依賴於自己的情緒。例如，每當我們感到恐懼時，我們自然會求助於憤怒來尋求支持，因為憤怒似乎是保護自己的唯一方式，所以我們又一次陷入了依賴。因此，當我們真正靜下心來思考時，我們會意識到我們對很多事情都無能為力。這時我們才會真正體會到自己是多麼的無力。那麼，我們如何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呢？在佛教中，自由的力量在於控制我們的行為，而非行為本身。真正的自由在於掌控自己，首先是掌控我們的身體和言語，但最重要的是掌控我們的心識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自由源於了解我們的心識，了解我們問題的真正根源，我們障礙的真正根源。這最終涉及到自我觀念本身，因為實際上，所有形式的挑戰都源於此。我相信，無論是靈修追求者，還是非靈修追求者，只要他們願意努力改進並為他人利益做出犧牲，就真正擁有獲得自由的潛力。這些人能夠投入體力、精力和時間來實現他們想要達成的任何目標。由於這種內在的力量，如果他們恰巧遇到合適的環境、正確的方法和真正的道路，他們就更接近真正的自由。真正的自由是內在的完全自由，能夠掌控自己的身體、言語和心識。
此時幾乎不受外部或外在環境的影響，你會感到快樂。你可以滿懷信心地去做事。就身體而言，這種內在的關注意味着，例如注意飲食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，並採取其他措施來降低患病風險和避免許多身體問題。但這只是第一步。接下來，言語非常重要。我們必須進行交流，在這件事上我們別無選擇。因此，必須具備一定的言語能力，學習如何溝通的方法和技巧，以及如何充分傳達你的訊息是非常重要的。最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真正的自由在於你的思想，你的心識。每一個行為，無論是好是壞，最終都取決於你的意圖，以及你如何看待事物。因此，心理因素至關重要。所以，要想獲得自由，你需要約束自己的身體、言語和心識。通過這樣做，你實際上會獲得比你想象的更多的自由。這樣看來，自律實際上並不是要限制自己，恰恰相反，自律是為了獲得自由。當你能控制自我或自我意識時，你就擁有了世界上所有的自由。首先，你會意識到自我的本質，而意識到這一點後，你便沒有一個會被傷害或因而感到羞愧的自我。真正的自由源於戰勝自我，這是我們障礙、個人問題和全球問題的真正根源。我發現處理自我非常有趣，與其僅僅關注我們無法控制的外部環境，不如致力於調癒內心體驗。我們能夠在這方面大有作為，和感到解脫。所有挑戰都源於自我。願你在自我中尋找到你渴望的自由。全文完。願大家菩提上進。請點讚、分享我們的短片，訂閱我們的 YouTube 及 Facebook 頻道。